廣東人除咗短褲人字拖啊，仲有一大特點，就係任何電話都唔接。如果一個詐騙犯嚟廣東啊，可能佢真係冇業績。首先啊，廣東人經常都係長年電話靜音，唔理邊個打嚟都唔接。冇顯示通訊錄個名嘅電話呢，基本係唔接嘅。有時候10086、10010呢啲客服電話呢都唔接，因為基本上就係推銷業務嘅，有事直接微信聯繫就得啦。只有兩種電話會第一時間接，就係外賣同埋快遞。就算自己嘅好朋友打電話嚟啊，有時候都唔會唔記得咗接。其次就係廣東人好低調，唔貪心。阿爺話齋，擔屎都唔偷食啊！而且好多廣東人本身就有錢，好細個嘅時候，老豆老母就培養防騙意識，老一輩呢更係將呢啲詐騙啊當成古仔嚟講俾細蚊仔聽，已經深入個腦啦。所以詐騙犯好難呃到廣東人嘅錢，但係一呃呢就一無所有啦。你覺得廣東人唔接電話呢件事係咪真嘅？你身邊嘅廣東朋友係咪經常都唔接你電話啊？我係 Ben 哥，喺廣東深圳得閒飲茶，為粵語財經點讚。